台湾新安家今日特别节目要带大家来回顾台湾民主之父李登辉前总统一生传奇的故事。这个98岁，李前总统因为本身带有慢性病，抵抗力较歹，住院过程又搁感染，伫咱讲昨暗7点24分来过往。总统蔡英文伊讲李登辉先生是民主先生，引带台湾行过恬静的革命。咱讲，好多台湾人真做是台湾人的台湾。李登辉是头一任咱讲民选的总统，进前是继承蒋经国的东国时代，有真侪事项等待伊来去解决。头一项就是咱讲的万年国会，苏当时国民代表要延迁任期到9冬之久。1990年代3月时阵爆发着学生运动，学生诉求推动改选万年国会，废除动员戡乱的这个临时条款。当时咱看到李登辉总统伊邀请到学生囡仔来到总统府回应诉求，甚至引用到这个学运的这个诉求，佮提出到总统直选。咱看到1996年伊当选，1997年伊当阵有废省当省这个争议，引起到这个台湾省长这个宋楚瑜的不满，差一点就来法庭，但是确立是尾是这个当省修宪来停止掉省政府的功能。在两岸甲国际关系顶面，咱看到对两岸这个部分是戒急用紧，意思就是讲防到中共用这个商业围堵台湾，经济上就卖急爱顶进就来忍耐。国际上咱嘛看到伊推动着务实的这个外交政策。另外，嘛看到伊推动本土教育顶面，亲像推测到国民教育内底这教科书，并且咱看到有这个认捌台湾片历史片等等这个部分，嘛确立到中华民国伫台湾这个事实。1999年，咱讲到两国论，嘛讲到咱甲中国的这个关系是特殊的国甲国的这个关系。2015年脱稿改新，嘛摆脱掉中国发通的这个束缚，和台湾行向国家正常化的这个脚步。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怀念李前总统。接定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邀请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施化元。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台联组织部主任周念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是咱电台主持人陈在玲，在玲兄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啦，咱讲到李前总统安尼来过往，实在是真正好人唔甘啦吼。啊，不过咱讲到伊的过去对台湾民主化这个推动，真正有伊的贡献伫咧。咱先要来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其实伊伫咧卸任，咱讲这个总统以后，你教有真侪这个记者的过程，你看到伊是虾米款的人？其实吼，李总统，我甲伊正式的拄面是伊总统就任了后啦。是。迄阵拄啊咧筹办群策会前后，我算讲伫迄10外冬吼，甲伊有密切往来。是。包括咧处理台湾毋是中国的迄本册，吼，包括群策会做一本册参与，所以甲总统有较侪记者。是。我感觉是一个，算起来算讲，互人感觉讲很贴心啦，吼。真大心。我安尼讲就是讲，其实我会记第一届总统因兜，总统讲一句，你应该拢写文章骂我。这是事实啦，因为这大家政治场并毋是讲，较接近有啥无共款的所在吼。包括伊伫两国论提出了后，我有写一篇文章讨论伊的这个思想。感觉迄篇文章，出版的时阵，总统佮写序啦。所以迄主张甲伊的主张有一个政策一定的距离嘿。OK。所以我感觉是一个足照顾后辈的后里桑。真照顾后辈后里桑吼，这是咱讲教授对伊的这认捌。但是咱嘛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咱讲李前总统的过身，咱嘛看到讲蔡英文总统第一时间嘛表达到讲对伊的这个心意。头拄仔咱嘛讲到，伊是咱的台湾的民主先生吼，嘛是亚洲的民主先生啦吼，因带咱台国行过咱讲的恬静革命。咱先做来看讲蔡英文总统是安怎回顾李前总统的。李前总统是世所周知的民主先生，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带领的台湾以民进革命的方式，
走出威权，迈向民主。在其中，他也确保了台湾经济体制的健全与繁荣。民主奇迹于是变成世人记住台湾的一个方式。前总统李登辉过身，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表达哀悼。伊讲伊是民主先生，带领台湾行出威权，走向民主。李登辉对台湾的政治影响真大，各界拢表示哀悼。把其用形容做感情好感若像白仔囝的前总统陈水扁，知影伊死去的消息了后，表示伊家己是真悲伤，规暝拢无法度困。形容李登辉就若像是台湾这只民主之阵的老村长，即马伊的本影已经看无啊，未来要靠大家团结，做伙向前行。真的非常的难过，甘唔甘？但李前总统不仅是一位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令人亲近的宗教家、哲学家。啊，若是伊敢会前往悼念李登辉，但随便是表示，家己也搁伫咧保外的状态，爱看李登辉伫咧天顶界当家保庇。前总统马英九是发声明表示，李前总统对台湾民主化有伊的贡献，随亡落人了后，政治理念发生真大的转变，也是感念伊对国家的付出，嘛相信历史会有公正甲客观的评价。现政院长苏贞昌受气，迄当年大日去政坛的时阵，李登辉也是省主席，嘛感谢李前总统这一生的贡献。探病、病榻旁，都看出他心系台湾。今天责任于言，我们看到李前总统了不起的、精彩的、动人的一生，感谢他的贡献。针对李登辉的身后事，苏贞昌表示会配合总统府的专案小组来运作。31早起已经由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召开地方工作会议，根据了解，会以各种法的精神来办。总统府嘛规划开放台北宾馆来做民众对事的场所，不过详细时间还搁等待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李前总统落任了，这个3任总统啦吼，嘛对着李前总统有一点这个发言，然后咱嘛看到伊讲吼，真正对着咱台湾的这个付出。继续，咱们来请教咱的这个委员啦吼，其实咱看到讲李前总统对着这个这个党啦吼，不管是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还是讲台联也好，拢够有真正这个照顾啦吼。你感觉伊是虾米款的这个政治家咧？总统其实过去啊，拢知影讲，一定拢会讲，读书咱拢是读讲不知生焉知死。但总统伊的贴合观是讲，咱爱先知影死。所以虽然讲咱知影即天也会到来，可是我们还是相当的不舍。伊的意思是讲，咱爱知影讲，咱有一天咱会死亡，所以咱爱珍惜咱伫咧活的时阵，咱做啥物款的工课。那伊总是甲咱讲，就是爱认真、用心，来去过，你的即个生活，你要达到你啥物款的一个目标，所以当讲阿辉伯啊，迄当阵用作为一个台联，台湾团结人民的精神领袖来看，伊迄阵啊成立台联的即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帮助政府。那有一个政党讲要帮助政府，因为伊希望讲咱台湾人民伫咧民主化的过程当中经济方面是稳定的，会当安全伫国家内底生活所以呢，迄阵啊，阮就讲稳定政局壮大台湾振兴经济这种是迄当阵啊。阿辉伯啊，伊伫思思念念2001年，迄当阵啊，成立着即个台联，成立着军策会，伊想要伫咧伊下任以后呢，用伊仅有的生命啦，来做看伊个会当做啥物款的工课啊。因为伊认为讲，台湾化，咱的工课还未完成，有一寡代志，阁应该爱阁继续行落去，所以讲，咱看着阿辉伯啊，伊是一个真坚定，伊有一个坚持、坚定的即个信念，来带领台湾人民，大家会记得伊总是安尼笑笑厚道的一个
啊，定定拢大笑，有时候想一想事情，摸摸他也会害哈。亲像咱看到这个录音档啊内底吼，真正就是伊这个形象吼，武术都有这个精神然后。啊，咱穿到这个大连吼，真正是啊，武士道的精神，对，就是阿辉伯一直讲不要怕困难，吼，所以伊迄阵啊，伫咧学校李登辉学校吼，李登辉学校内底伊教咱讲吼，现主是咱伫遮，吼，啊，咱人生咱有一个目标，咱要到遐 ，OK， 吼，通常咱一定想讲为遮到遐，就是直线安尼直去，吼，啊就到位啊，吼，可是咱。伊嘛知影讲人生会拄着真侪的困难，吼，啊，所以讲伊讲有时阵咱就是会起起落落啦，吼，有时候会往上，有时候会往下，吼啊，但是大家唔通惊，咱来继续用咱迄个目标，好前进啦，好前进，所以伊袂去改变伊的目标，袂讲伊本来讲伫遮。伊要到遐，但是明仔载拄着某一个人，还是听到啥物款的话，还是人要互伊足侪钱的，伊个改变伊的目标变行遐，伊游玩要是行遐。只有亲像伊伫甲咱台湾人民咧讲的，咱来建立一个咱家己吼5万中的一个国家。中华民国是一个外来政权，吼，中华民国在台湾，啊，所以咱一直推崇的是。正名、制宪，啊，建立一个新国家。啊，过去伊修宪6摆的时间点，伊是为着要甲这个法统，吼，这个老国代，看要安怎甲伊剔掉，吼，所以伊嘛想尽足个办法，而且用这个办法呢，尽量吼唔通有老血，吼，所以伊咱叫廉政革命，吼，亲像我举一个例，伊迄阵啊有就讲，伊讲。啊，钱会当解决的代志就是小事啦。OK， 吼，譬如讲，咱一寡台湾人可能会感觉讲，啊，这都无公平。哦，譬如讲老国代的退休，你要安怎叫？你要安怎叫这个老国代讲啊？你就退休，因为咱要全面改选嘛，要直选吼。总统伊讲吼，伊阵啊伊就带因太太，吼，2个人啊摕伊去康奈尔读回来迄博士的论文集啊，吼，很重的书安尼，伊就讲。伊就太太看呢啊，社会一间的老国代去拜访啊，就是去拜访他，然后请他们就是可以退职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子的事情有像会当做较高？身段真低，然后放甲足低。伊迄阵是总统嘛，也是东主席嘛，这个权力之高吼。但是为着台湾要走向民主，要安怎改革？你因为社会确实是要叫因老贼爱落来，好，可是。有什么方法呢？那后来我就真的听过他自己以亲身讲，伊讲啊，若钱会当解决的吼，啊就来，伊知影无讲解公义啦，吼，佮有一寡无公平啦，吼。但是钱会当解决，吼，会进行，咱就安尼去做安尼啦。是啦，吼，这是这个李前总统，伊做一个吼领导者吼，伊的这个身段吼，真正是互人尊敬啦吼。咱嘛要继续来请教吼，同款是这个对李前总统。有20多届，这亲身吼访谈经验，咱讲在林兄啦吼。你甲这个总统直接的这个过程是啥物？啊，你对伊的这个回忆是啥物？是实在，你做一个台湾人来讲，我是足幸福的台湾人，因为我会当伫个2013年的1月到2014年的8月初4吼，参李总统有进行20遍的访谈吼。这时间咱大概超50，超将近53点钟啦吼，所以。我是因为咱台湾有足侪像迄个史教授吼，在研究台湾史足专精的这个教授，其实我是就我参李总统这直接第一现场的感觉来发表我对李总统的看法啦吼。所以大概有3个方面吼，咱会当去理解李总统。第一个方面就是拄我主持人讲的脱过改新，脱过改新啦吼，就是卖这个法统的这个说法。我才先讲，我才解说啦。OK。第二个就是新时代台湾人。吼。第三就是我是唔是我的我。OK。吼，这3个就大概咱先讲第一个吼。第一个脱过改新，迄个古早时代的古是啥物？就是以中国国民党走落来台湾，卡棒关的迄个古早的物件啦，就是中华独裁体制皇帝制。donc这个政权，这个主权，唔是属于百姓的 ，OK， 是某一个县，还是某一个集团、某一个党的物件，伊要改变这个物件。是，吼啊，所以改新就是要变成一个新的社会，
要有新的人，吼，啊，新的社会是啥物？就是民主社会。这个民主社会由啥物构成呢？就是由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了由一个社区意识，然后发展变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简单讲，不管你倒位来，不管你是1949年12月7日参蒋介石中国民党走落来台湾的，还是搁较早，吼，搁较早伫个荷兰时代，还是伫个日本时代，因为安怎你移民来台湾的，吼，还是讲台湾啊来甲嫁来台湾的，所以台湾本身就是一个移民。殖民，吼，啊个威权的时代所构成的一个新社会，咱爱甲这个拼掉，拼掉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迄就是民主的社会。OK， 所以李登辉总统伫这个过程中间，伊追求的毋是民族主义，伊追求的是民主主义。民主啦吼，民主毋是咯，所以过程讲有人讲什么台湾新兴民族啦、民族主义啦，这对李登辉来讲，因为民族主义吼，伊政治学的研究吼。有这民族主义思想，通常拢读到有问题，叫做神经病啦。哦，你像即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伊即摆用的中国梦，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民族主义。所以咱看到，迄是影响最大的，所以这第一点。OK。第二就是这个第二是新时代台湾人。新时代台湾，咱怎讲？新的时代爱有新的人嘛，吼。啊，你受到这中国国民党这威权体制，这个社会，不管是教育啦、文化啦、认知啦，甚至上重要就是你这个人的身份。我是啥？我敢中国人翕？咱问我敢中国人翕？李登辉讲，你爱问你是啥？你住伫倒位 ？OK， 你倒位人？所以李登辉伫1998年4月的时阵，伊有公开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是伊治国上重要一个部分。所以以这个基础，伫1998年迄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伊甲马英九的手牵起来，讲你是不是新台湾人啊？讲啊，你啉台湾的水什么？啊，迄个马英九，哇，足激动，讲我是新台湾人。结果市长调了后，开始甲新台湾人，佫下伫中华民族主义下底，去试下底，佫回到迄个程度。所以到2000年。政党轮替了后，迄个时阵的国会国民党占多数，开始台湾进入一个民主混乱的时期。啊，这个民主混乱的时期，一个到即马搁咧进行嘛。OK， 所以咱即马2020年，李总统过身去啊，但是李总统2000年落任总统，完成第一个，这20年咱台湾已经完成3件的政党轮替，但是中国国民党还无放弃这个古早的物件。OK， 所以这个部分就讲，这新时代台湾人。新台湾人和马英九用一个乱戏，所以伊伫2005年，才佫提出新时代的台湾人。OK。啊，第三就是我是毋是我的我。就讲你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台湾人，一定是爱脱离这个古早时代这中国独裁文化。拄啊，倪安委员有讲到，伫个生命的观点，生命观点，生死佮死生是无共款。中国人惊死。啊，惊死是安，惊死是迄个儒教吼，雕工用一个死，甲这个百姓，互你惊。啊，惊了，这个皇帝讲啊，你若安怎做会死，会安怎什么拢会死啦。啊，所以贪心怕死。吼，啊，其实安尼是毋对的，是爱倒转来，你爱去认知人。李总统讲一句话足清楚，伊讲人一生中间干那一件性命尔。这件性命你爱认知讲，你安怎生存。所以伊讲，你成日讲爱去问讲我是啥？啊，你做一个主体的我，一定有足侪外在客观环境的冲击内外，所以会产生足大的矛盾。啊，这个矛盾不管是来自你个人的生命，还是讲来自环境的变迁呢，你一定要克服这，克服了，慢慢你发觉讲，你伫倒位，你的场所，比如李登辉总统就讲，我台湾是台湾人的，就是讲你要确定讲我是台湾人，然后这个场所，伫这个场所内面去。找到你会当发挥你生命意义的物件，然后去甲实现出来，去达到永远肯定的人生啦。所以简单讲就是讲，李登辉已经毋是李登辉的李登辉。OK， 啥个李登辉，就是这个场所。所以伊毋则伫1994年，伊规个改革进入一个较稳定的时阵，伊开始去召唤讲台湾人过去去
中国国民党这种威权，佮包括中华文化所去压迫的这个心灵，伊透过咱们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这个对谈观点，去讲出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啦。迄是惊天动地的，大家惊死啊！国民党的主席、国民党的总统讲出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吼，讲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迄是大正啊！但是所有台湾人拢规个烧起来。OK， 台湾人拢规个烧起来，烧起来了。烧起来了，你就爱进店啊！所以你唔是干呐，你唔是来起讲呢，你就爱了解讲，你开始你爱建立一个社区总体营造，建立公民社会，然后伊去可能演讲的时阵，伊才去讲，这个民之所欲，主权在民呐。OK， 主权在民，主权在民是优先的，啊，主权在民的实践的方式就是讲，百姓想要爱什么，你爱了解，你爱家下伫你心肝头内底，所以。你什么？就是要直选总统嘛。最后直选总统就是解决规个民主的这个架构，解决了后，过来就是改变咱人的人心啦。OK， 人心。所以安尼了，甲总统选举完了，伫1997年开始，伫咱台湾的教科系统内底，第一件有认识台湾的材料。这个教科书啦吼，所以咱其实咱看到了吼。这个一直咧在任的这个12党内底，咱讲是第一波这个民主化啦吼。落任了后，伊的这个志向也是意志继续咧推动啦吼。头拄啊，咱讲在林有讲到啦吼，就是伊伫 Cornell 遮，就是主权在民这个概念。I do it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 伊的心内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伊伫咧国际上吼，侪国家拢咧怀念这位老先辈啦吼。咱来看到讲李前总统伫咧国际媒体头顶咯，拢有报道到吼，真正唔甘即阵代志啦。咱嘛看到讲吼。这个亲像日本的这个首相，还是讲美国国务卿Pompeo吼，嘛对伊有一寡肯定，咱先做来看。咱看到国际伫咧怀念这位老先辈啦吼，咱讲的这个李前总统，但是咱看到中国台办吼，同款是这个罐头这个信息吼，直啊放送啦吼。不过咱嘛要真正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咱看到这个李登辉前总统过身了后，咱真侪人来怀念伊吼。伫咧1996年，咱头段嘛讲到，伊是第一任的这个民选的总统。苏当时咧，伊的这个对手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前主席彭明敏哦，吼，伊即阵嘛甲悼念啦吼。伊讲啥咧？伊讲吼，台湾伫咧各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个转换这个时期，伊伫过程内底拢徛着真关键的时间点。主政有成功，啊无行吼，有行的这个功劳拢真大。相信伫咧台湾历史上，真正有质疑的这个伟大地位。咱嘛看到这个总统蔡英文，伊讲李前总统虽然离开咱的这个世界，但是伊甲这个民主和自由留予台湾人。安尼精神呢，会带领着新时代的台湾人勇敢面对后一个阶段的考验，追求生做台湾人的这个幸福。啊，过去咱讲这个李前总统嘛，做过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吼，啊，迄种国民党嘛回应讲，感谢李前总统，互大家人生的这个启发，伊一生功过后人自由平端啦吼。希望李前总统安息嘛，望家属来接来。另外，咱看到国际方面。咱头拄嘛讲到，美国国务卿 Pompeo 伊讲吼，李登辉咧是真大胆来做改革动作，互台湾正做是民主的灯塔。另外，咱讲过去李前总统嘛留学过这个日本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嘛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伊讲吼，李前总统对着日本甲台湾亲善的关系有真大的贡献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各界这个悼念这个部分吼，咱要继续来请教教授。第一来，咱看到这个彭明敏，伊过去是甲伊做这个竞争的这个对手，但是咱嘛看到讲中国国民党伫咧哀悼的这个部分，竟然是写讲功过后人自由平端哈，有功嘛有过啊，但是国民党用安尼来讲吼，是啥物意思咧？我想徛在国民党的立场，李登辉总统做国民党主席了后，是伊促进这民主化的过程中，确实对国民党来讲，真伤较不利。伊本来国民党是一个独大的政党，即摆变做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内底，当然是上来了，当然是政党的竞争，原本政党优势就一定会改变啦。但是我想有一样代志真重要，就是讲，咱咧讲李前总统对待民主化的过程，的贡献，这大家拢看到。是。但最重要代志是讲。伊伫民主化的这个贡献的过程下底，伊
要拍拼台湾要做一个国家正常国家的存在，这个代志是非常重要。是。简单讲就是讲，伊伫做总统，跟落任了后有小可无共。伊做总统时代，伊一开始想的是讲，好，你要民主化，你来结束这个动员戡乱时期。OK。好，安尼时阵，咱拢讲终止动员戡乱是台湾民主化最重要一个工程。就是但是大家注意哦，这就是代表啥？伊对伊来讲要终结掉过去中国内战迄个结构。有影。啊，就是讲，这个情形之下，变做讲，要哪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咱就讲做叛乱成功啊，哈。OK。啊，实际上统治中国大陆。啊，这是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要加伫台澎金马吼，啊，要啊，接到一个务实的正常的国家。OK。所以咱讲，伊咧拍拼的过程中，甲台湾这个政府的这个统治的正当性，怎啊彻底放伫台湾的自由地区。啊，甲中国已经无关系啊。啊，对伊来讲，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已经现实都已经统治中国大陆啊，所以台湾甲中国是变成啥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啊。OK。啊，政治实体是这种讲法。全世界大家嘛知影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是。啊，咱该对顶做台湾嘛应该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就是特殊的国家关系。啊，但是这个伊个想法，就讲甲台湾真正讲，咱讲即讲中华民国台湾化，是李登辉总统任内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有影。啊，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赞成这个主张。是。啊，伊要继续中国内战来处理台湾甲中国的关系。啊，所以李总统落任了后，会加强这制宪正名，这条路应该是伊的脉络。是。啊，对伊来讲，若是迄阵，啊，叫我愿意讲好嘛呢？啊，两个会当，咱讲特殊国与国关系的时候，当然是种嘛一个真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啦。是。所以咱头拄嘛有讲到啦吼，就是讲这个终止掉这个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吼，终止掉咱讲内战这个部分吼，真正是互咱这个台湾会当吼行向正常国家化的这个第一步啦吼。其实这是非常重要。咱嘛看到讲，李前总统伫咧12年这个任内吼，咱嘛讲到伊完成含这中国居往会谈吼，互两边的这个交流较稳定吼，但是吼，甲这个中共的交往，有人讲吼，伫两岸即地吼，可能伫遮吼较有人较有批评伫咧吼，但是咱嘛看到伊真正替台湾徛起啦。1996年的时阵，飞弹危机的时阵，伊是安怎对抗着中共？讲什么话，咱先做伙来听。登辉希望能以最短期间依法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1990年，李登辉就任第8任总统，也是最后一遍总统间接选举。伊伫任内算是要赶紧进行政府的体制改革，因为当时着统一、苏联解体，台湾也面临民主改革的声音。李登辉先任命霍必川出任行政院长，引起军民感情的争议。外界认为伊行这步棋是要夺军权，伊也甲民进党合作，引起国民党内人士不满，讲伊执行在野力量要排除无共意见的人。那个时候，民进党啊，我想本来是不成气候的，没有什么力量。那么李总统他当时的理念啊，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一个民主国家，一定要两党政治。李登辉也是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1990年成立国统会，通过国统公定，确立国家统一的架构。伫行政院设立陆委会，由海基会做背手套。1993年伫新加坡进行历史性的国安会谈。大陆虽然大，台湾虽然小，可是我们做下来拿出来的分量是一样的。不过李登辉伫咧接受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访问时阵，一段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的讲法，互人解读伊倾向支持台湾独立。李总统对司马辽太郎的访问时候的谈话，而被对方误读，认为他是一种走向台独的一种宣示。李登辉利用政治手段，自1992年开始，透过国民大会修宪会议，将总统的任期减至4年一任，会当连任一遍，而且确定总统由公民直选，将做台湾政治史的重要变革。
1995年，李登辉访问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是中华民国第一位访问美国的现任元首。同一年，李登辉发表民之所欲，重在我心的历史演讲，讲台湾已经实现主权在民的理念，也宣布备选第9任总统。登辉决定参加中华民国第9任总统选举。在选举期间，中国大陆俱乐部发动军演，大海紧张。不过李登辉甲危机变作选举的利基，凸显中国大陆以军事威胁想要影响台湾的选情。结果，第9任总统大选在1996年3月举行，李登辉摕到54%的得票，顺利连任，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第一名总统公民直选。伊退位的时阵，完成和平政党轮替，也因为推动民主改革，和《时代》杂志尊称是民主先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嘛要来带大家来回顾民主先师啦伊的这个一生。咱先来带大家看讲伊伫1923年这个日本时代出生伫这个台北州淡水郡即阵就是咱讲的三芝这个地区。当阵的皇民化这个运动又改做是日本名啦伫留学日本京都这个帝国大学农经系。咱嘛看到伫日本伫旧日本做这个陆军的这个校尉啦战后改做是原名，嘛登来到台湾来读这个台这个农经系。另外，咱嘛看到1947年组织着新民主同志会啦组织了互这个中国这个共产党来吸收，伊当阵就来退出1960年这个时阵嘛，互指控是这个地下的这个党员未判决，就互判这个拘留4个半月。另外咱看到讲1968年伊当阵留学的时阵得到这个美国 Cornell 大学这个农经学的这个博士。咱嘛看到这个1971年嘛加入这个中国国民党。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1972年伊开始做这个政务委员。咱讲伊踏入去政坛的这个时间较晚迄当阵已经40外岁另外咱看到讲1978年迄当阵互任命做台北市长。1981年迄当阵是做台湾省政府的这个主席。另外，咱嘛讲到这个1984年，互蒋经国指定是副总统，所以咱讲真正台湾人要做总统的这个部分，已经有这个雏形伫遐咧。咱嘛看到讲1988年，蒋经国过身伊依法继任总统。另外，咱嘛看到1990年代咧，咱嘛看到讲刘国台选任做总统。但是当阵到这个万年国会，咱头都讲到9年这个延前要甲任期继续长啦所以当阵嘛这个3月这个学运。另外咱嘛看到讲真正会当透过修宪这个工程，确认总统变做是全民来直选啦所以1996年，咱嘛看到伊变成咱第1届这个民选总统。2000年开始，伊就任总统，完成着第1摆咱台湾的政党轮替。但是迄当阵，这个马英九连战煞来甲伊逼去辞掉党主席这个位。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2001年有组成着这个军策会办理李登辉学校啦2017年开设这个原型区这个牛奶公司啦也是讲培育这个台湾这个和牛。另外，咱嘛看到讲，因为较不幸就是伫今年2月初八时阵，因为啉牛奶来抢着啦引发着这个这个慢性病拢爆发嘛带入去台北营总。伫咧7月30的时阵，伫营总来过身98岁，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真正伊踏入去政坛的时间较晚，但是头拄这个委员嘛讲到，伊毋是挑心肝要来行政治这条路伊过去就是一个农经的博士。你安怎看伊这条路自这个农经踏入去政治，佫做了不离也好，咱头拄讲到。这个在任的12党第一波民主化，落任了后是另外一波这个正常化国家的开始。是，我想咱经历李总统的一生，有几点咱应该爱甲会记哩啦是。就是上重要就是伊将台湾化甲民主化这两个重要的工课这包括拢本土化，咱台湾化的本土化，就讲好，因为伊直感觉讲，为什么咱拢唔捌家己？所以因为中国政府来到台湾。伊就早来因的这个历史，课本安尼，甲咱的史书安尼教，因为阿辉伯伊无读过中国书嘛，中国的这课本，伊是读日本时代的书嘛。那日本时代来到台湾其实因足本土化哦。因虽然讲来统治台湾，但是因大家若是有印象，会去找出来，就是讲日本时代的迄小学内底教咱。
教即个唱歌，歌词内底就有咱规个台湾倒一个县市是啥物，有啥物特色，拢甲有一首歌把它串起来，你就会当了解讲，伫日本时代教育就真正本土化，伊是为本土开始教，啊，才教你讲哦，你日本人，吼。但是到了中国国民党来以后呢，完全改变，吼。即台湾人前辈有咧讲去食官庙公啦，吼。但是重点是讲，因为伊教咱的物件是因的物件，毋是咱在地物件，所以总统伊迄当阵啊，伊针对教育的部分吼，伊有真亲力去研究，吼。会记得伊有讲过，伊讲伫咧做副总统的时阵啊，吼，伊讲啊就无代志啊，因为伊讲做副总统用啦，吼。那有一摆伊就讲，请伊的幕僚呢，甲即个课本、小学、初中、高中以下的课本，伊讲拢甲收集来，吼。那阿辉伯就讲，伊要看讲，即马到底囡仔伫读啥物啦，吼，读啥物？结果伊看讲，安尼。差点昏倒，拢是中国史啦吼。对，原来是读这吼，所以讲伊心内有破啦吼，啊，但是当然伊是副总统，他也不能怎么样。可是我感觉讲，伊就是将伊应该还是讲伊要做的工课，想要做的工课，一直放在心内。好，那等有一天伊做着总统，你看伊改革这个课本，是1997年开始，咱的课本内底有。林北台湾是，吼有台湾篇，历史篇，对，有个社会篇，甲这个地理篇。咱来看讲，现主时咱台湾的社会内底年龄层来讲，35岁以下的少年家，其实伊是为台湾开始读的。我国中就是读这本啦吼。这都无共款啦，吼，这伊的人脉就是为台湾开始。是。唔亲像讲，亲像咱伫在座来宾3位来宾的年会都是为中国开始人脉的。那个台湾都是细片列，而且伫咧课本的上后壁。吼，咱过去是安尼吼。所以我想爱讲总统的几个优点啦来看吼，有3个代志，咱袂当袂记吼。第一点，咱看到是这个总统是上高收集资料。伊要做一个政策，伊毋是家己想的。虽然伊是学者哦，伊读足侪书的哦，但是伊要做一个政策决策的时阵吼，伊是收集足侪资料的，各方的资料，伊拢会去听、去看、去揣，吼，包括讲咱讲业者，吼，还是讲学者，吼，还是讲伊来到即个手民探家，吼，伊去探听，吼，需要啥物。叫一句，伊讲民之所欲，藏在我心吼，这是伊的一个思考。那第2点就是讲，伊的心内一直甲台湾放伫咧上优先的位置。嘿，所以他紧抓着美国啊，佮有日本的关系无放。是。因为伊知影讲日本甲美国对咱台湾是上要紧的，上要紧的吼。啊，所以讲伫咧1990年前后迄当阵啊，咱台湾因为可能环保的问题啦，还是讲劳工欠缺的问题，咱台湾就是产业拢去中国，算讲有诶逃走的状况之下，其实已经有警觉啦。吼，伊已经有收到一寡消息讲，就是讲去甲中国。一寡生理人呢，拢失败转来，失败嘛唔敢讲啊，但是伊有收到这个消息，吼，迄是伫咧1990年前后的时阵，所以后来伊搁伫咧1996年第1摆民选总统当选以后，伊发表了一个戒急用忍。哦，戒急用忍其实这是较文言文啦，简单讲就是讲，你也尽量唔免去中国，咱就卖去啦，吼所以他其实同时提出了南向政策，我们在大概会记得无？这也希望伊的政策啦，吼的部分。所以这是第2点。那第3点来讲呢，阿辉伯啊，伫咧这经过伊执政的这过程当中，伊无伊家己啦，亲像拄则陈老师咧讲的，讲我是毋是我的我？我是。毋是我的我，就讲伫咧这过程当中，伊甲伊李登辉伊本人其实囥伫咧毋知什么所在，但是伊即马就是一个这个台湾的李登辉，伊要为台湾人做代志的李登辉，吼，这是伊的一个精神，袂去计较讲
利益啦，还是讲权威，我会记咧伊伫咧一摆食饭的时阵，伊有讲过，伊讲这权利是招来的啦。OK。权利是甲人民招来的。伊讲随时爱害互人民。是。就是讲人民伊若感觉讲，你做了无好，还是伊讲这权是人民的，所以才会讲人民做主，主权在民嘛。好，这才是民主的一个真谛啦。是。所以阿辉伯啊，伊的这个思考内底呢，伊拢是为台湾出发，台湾优先。吼，这个部分是我感觉讲，伫咱每一个台湾人，咱伫咧心内吼，我感觉是爱囥一个感谢啦吼，因为今日咱嘛无李登辉李总统的话，我想咱无这个机会会当一人一票去选总统。有影，真正这张票真正是无简单啊吼，咱看香港现主席的状况啊，或者是讲看其他就是国家吼，因的要推动民主化，为威权行到民主的过程当中，无参像咱台湾遐尼啊平顺，吼遐尼啊和谐，吼，你伊对过程当中，伊嘛知影讲内底有一寡波折，包括主持人知影讲228事件，其实本身阿辉伯啊，伊嘛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后来伊做着总统，伊是代表政府来向所有的228受难者的家属来道歉，因为伊是感觉讲，咱就是爱为这个所在来做为未来的一个起点，所以咱爱来甲这个伤痕来甲抹好平，大家来甲目屎拭互干，做伙来向前行。有影吼，做伙向前行，所以咱嘛要带大家来回顾吼，这个李登辉咱前总统伊所讲的话，然后咱有整理起来。头拄啊，定定咧枪在咧讲哦，民之所欲，枪在阮的心吼，就是咱讲的这个 I do it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 伊是伫1995年登去到美国这个 Cornell 大学的时阵，地主所讲的，迄当阵就展现了主权在民的这个部分。咱嘛看到头拄啊，这个身为台湾人吼，嘛有过吼，袂当为台湾尽一份心力的这个悲哀啦吼。咱嘛讲即句话，受这个台独这个背景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就是咱看到对中共的时阵啦吼，伊讲免惊啦吼，你管伊中共国搁偌大吼，大甲嘛袂比阮老爸搁较大啦吼。这嘛是对咱看到这个伊甲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吼，咱嘛看到伊打了真硬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1991年修宪以来吼，嘛甲两岸的关系定位伫咧国家甲国家的关系，至少是这个特殊的国甲国的这个关系啦吼。另外，头拄咱一直讲的这个较贴合的这个部分吼，我是毋是我的我啦吼，所以伊甲伊的这个目标甲价值拢放伫咧这个部分。咱嘛要先来带大家来看讲吼，1999年迄当阵这个李前总统啦吼，要在任的时阵吼，伊就讲到咱讲的这个特殊的国甲国的关系啦吼。迄当时嘛引发到这个美国、中国甲咱吼三方面情势变化，咱先做伙来看。赖清德几多遍伫公开场合讲家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2019年3月决定要参加民进党内总统初选，正当期拜会前总统李登辉。所以我今天也有跟他请益治国之道。这边拜访外界解读是伫咧寻求李登辉的支持，虽然李登辉无明确表态，也过人看做伫赖清德的心中，李登辉对台湾独立的定位有一定的影响力。1997年，迄当阵的台湾第一任民选总统李登辉推动修宪动性，被解读是台湾独立。那这身份呢，还附带的就是台湾独立嘛？因为中华民国的寄托的地方就是台湾省。李登辉迄当阵定定出国推动务实外交，希望带台湾行登去国际社会。不过中国从来就无放弃打压台湾的主权。1998年6月，迄当阵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伫上海讲出三不政策。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无支持一中一台，无支持台湾加入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互咱外交更加困难。We don't support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不过李登辉对台湾是独立国家的定位依然无改变，甚至伫公开场合正强硬讲，台湾甲中国的关系就是特殊国家国关系。2000年总统大选，台湾政党轮替，台湾团结联盟成立，李登辉被封做精神领袖，斗相共徛台。国民党撤销李登辉的党籍，甲李登辉正式分裂。国民党的党员实在是应该惭愧，
被骗了12年都不知道。正名就是停止使用已经无存在中华民国，改用台湾界限。甲迄当阵的总统陈水扁最近推动台湾正名运动，李登辉无做总统，严国业台独影响力程度增加。李登辉退位了访问日本，也佫引起中日关系紧张。日本政府置中日关系于不顾，同意李登辉访日，是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纵容和支持。李登辉即个为台湾正名出现走踪，2018年4月迄落岛联名成立大会。要号召选民支持，争取以台湾之名加入联合国。迄当阵56岁李登辉也亲自到场，推动台湾正名，敢若是李登辉一生的志业。伊有强烈的本土意识，有人叫伊是台独领袖，严过伊原的认为这是在地台湾人，认为以台湾之名存在才是唯一的重点。呼吁大家啊，从现在开始一步一脚印。拍拼宣传。记者综合报道。真正爱亲像阿辉伯安尼一步一脚印，做回来宣传台湾咱的家己的名啦吼。继续咱请在林兄人头拄讲到吼，伊这个部分啦吼，真正咧推动咱台湾民主化，真正有真大的贡献。继续。是，拄仔是讲内部吼，从李登辉总统伊1988年接任总统了后，到伊卸任，吼，到伊卸任了，拄仔就主持人讲的，伊就做两项代志。台湾主体性，佮台湾正名。台湾主体性就咱讲的台湾意识，就是要啊去完成一个新时代的台湾人的规个一心，甲伊的行为，甲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甲建立一个民主主义为主的民主社会，这是正确。我想要甲所有咱台湾人讲，咱想看觅，卡苏伫1992年、94年修宪的时阵，那马英九因迄派讲总统是委任直选通过，咱台湾要安怎？这第一点。第二，若是迄个时阵，林洋港、蒋纬国因搁调总统，即摆台湾变安怎？安尼你就当比较讲，台湾即摆2020年的即摆台湾，李总统对咱台湾人、搁台湾的贡献是啥物？是第一。第二，拄啊，迄个 CG 吼有去讲到蔡英文总统讲到1990年，迄个风云变化的国际时代。是，简单讲，咱讲中国，中国迄阵啊，1989年天安门事件，伊毋是伫1976年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伫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吗？结果到1989年，佫倒转去啊，吼！啊，迄个时阵美国因为长期冷战参苏联啊变甲密茂啊，迄个军费增加啊，所以挡袂牢啊，想要美救中国来对抗苏联，所以对美国开放。伊1971年开始派迄个基辛格去密会周恩来，1970年尼克森去见毛泽东，然后开始一个美国的叫 engagement 交往的政策。吼，啊，迄个时阵，尼克森讲一句话啦。讲啊，我安尼甲世界开放的中国，会去制造一个 Frankenstein 就是怪物啦。是。啊，结果2020年7月23，蓬佩奥伫个尼克森的梦头前讲，真正咱制造一个怪物啦。所以你看，伊佮讲一句话哦，这50年来，咱甲台湾的朋友边缘化，安尼唔对。啊，你看。伊蓬佩奥的话，咱就看到李登辉的眼界，所以拄仔尼安讲李登辉甲台湾民主化、台湾化，啊，佫无够，佫一个世界化。是安尼讲，因为伊伫国内改革的时阵，大家拢唔知影哦。伫1994年，伊成立世界台湾商人协会大商会。是。即摆已经运作20几年啊。这个大商会就是伫台湾的国际地位啊无够清楚的时阵，咱会当透过这种实质的经济关系去行向规个世界。好，但是什么人要行向世界？是中国人吗？是像住伫台湾的，即像赵少康这种中国人吗？还是马英九这种中国人？还是像主张两岸一家亲，这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台湾人？这个高文天吗？不是，是你正经是新时代的台湾人，你才有法度行向这个新时代。所以李总统生命讲伊生命一件，敢若今仔日自由时报广场，吼，这个彭明敏教授的第一句话讲：生命总是有结束啦。吼。这是因迄个时代对生命的积极的意义，所以李总统创造的是一个永远肯定的人生，永远肯定的人生。
伊吼，我伫咧上尾一件访问伊，我问讲总统，你讲你都唔惊死啦，啊，我嘛相信，但是我嘛是要甲你请教你讲，啊，你当时会死，你认为你当时会死？伊安尼吼，伊嘛甲我讲，你知影讲伊有一个特殊的动作吼，伊拢有摸下海，是，伊讲我甲你讲吼，啊笑笑眯眯啊笑讲阮老爸吼，啊我爱啉酒，迄红路的吼一件爱啉2-3罐，啊我吼啊佫食薰，啊我无啉酒，吼啊淡薄仔红酒执一安尼啊。啊！自从阮后生献文过身了，我要顾我即个孙，我就甲婚改掉。吼，所以我算的吼，我应该当活98岁，98岁，啊，真正98岁。啊，尾啊讲，伊就讲，伊安尼心情跌落讲吼，讲台湾吼，虽然咱已经行到安尼，但是即民主的路线，啊，佫爱继续行。所以伊讲，是安那讲正名这现遮尔重要，是安那正常话遮尔重要。吼，啊，所以伊讲不要紧，我已经拍拼安尼啊，吼。日后我就是化为前锋啦，化为前锋啦，吼，冬天的时阵、秋天的时阵、春天的时阵、热天的时阵，我李登辉所留予台湾的会变成风，吼，会变成星，安尼参继续同台湾人做伙。真正在恁遐真正讲到要哭出来，但是咱嘛讲到吼，李前总统伊的这个志愿吼，真正爱过来继续行啦，尤其咱讲的这个制宪正名这个部分吼，真正是鼓舞着这个台湾人的这个意识吼，嘛望讲这个台湾的名会当真正行入去国际吼，真正含人有当吼，当徛起啦吼。上尾咧，咱嘛讲到吼，这个本土化也是民主化，真正用着务实的这个角度，一步一步来去完成。上尾咱嘛要带大家来回顾讲，这个李前总统这个剪影配合着台北市内合唱团的这个歌声，咱做回来怀念咱的李前总统。